來祈禱，全能的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今仔日是聖的安息主日，你呼召每一個屬於你的百姓進入佇聖殿的內底，要來領受上帝你的話，祈求上帝你用耶穌基督的寶血洗除佇阮攏總的罪過，互阮會當安尼佇主你的面前領受上帝你的恩惠。主懇求你施恩，互今仔日的禮拜，食做芳芳的祭。請到上帝你的面前，得到上帝你的感納，互每一個侍奉的人，互阮攏會當安尼所侍奉，攏得到上帝你的歡喜。哪有侍奉，溫順哪加天，聽主也哪加天。主懇求你施恩幫贊，祈禱靠耶穌的聖尊名，阿們。
來啊，咱來唱歌學樂上主，咱來稱讚拯救咱的保護者。咱着用感謝來到伊的面前，着對伊唱歡喜的歌，因為上主是偉大的上帝，是贏過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咱三甲來吟詩學樂上帝，聖詩第51首，聖哉聖哉聖哉，聖詩第51首，請起立來吟。請遊玩徛佇，用許多聖經來告別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創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者，咱的主，伊對聖神投胎，對在世路瑪利亞出世，伊本就得來到人來辛苦，獻死的死來傳福音。會使你對聖靈高啊，上天阿這全能的上帝的大權，伊要對咱來審判別人甲世人。我信聖神，聖道蒙教會，聖道相通，罪赦免，肉體高啊，永遠活命。阿們。請坐。咱同心來祈禱，至聖至權，創造萬物的爸上帝，願今仔日歡喜進入你的聖殿來敬拜阿羅你，感謝你豐盛的恩德，親像活水源源不絕賜落佇阮的生命。求你今仔日透早透過聖神充滿幾個禮拜，互阮閣一擺經歷你的同在，得到更新甲快樂。主啊，當阮看到你的公義甲慈愛的時，阮也看到家己的卑微甲欠缺。阮承認，阮定定體貼家己較濟，無快樂行善事，甲人無和好，追求世俗的名利，直到違背你的教示。阮佇即個聖餐主日，閣一擺紀念你的救贖。當阮為着得罪你，感覺憂傷後悔。求聖神提醒阮，無閣活佇罪的捆綁，透過主耶穌的犧牲，洗清阮的罪，互阮放落家己，
重新甲主你和好，用真實的悔改來敲找你的旨意，合適做一個有憐憫、行公義的門徒。主啊，阮看見台灣百姓心靈孤單，有時透過傳統的祭典出巡來敲找心靈的瓦庫。求主你憐憫這塊土地，讓台灣人體會真正的平安甲活命是對你來。求你收拾阮宣教的心志，讓阮毋但是佇教會敬拜，閣較透過生命的見證來回應大使命，引帶親友來認捌你。今仔日是社會事工宣教主日，感謝主，互信仰前輩透過主的引帶，看到社會的需要，用無同款的服事來回應主的呼召。佇安養中心，互長輩得到全人的照顧，感受到基督的溫暖，陪伴因袂孤單。求主賜予因平安喜樂，也透過關懷的團隊，閣較認捌你。佇社福基金會為着社區的獨居、失能、失智的老人，以及弱勢家庭的囡仔，透過日照中心、居家服務、甲企業輔導等等的事工，建立關懷的網絡。佇時常關懷基金會支持網朋友佇無同款的生命坎站，得到合適社會參與甲工作機會，各方面的幫助。以上社會事工是為着要實踐耶穌所講的，對待佇上卑微的一個，哪親像好款待耶穌。願主保守這個事工，面對政策環境的挑戰，猶原會使堅持行佇主的心意內面。當相連教會誠做你的器具，也願你保守阮的牧長、同工、大家團體甲集體。特別是在建堂的計劃中，懇求你賜阮毋忘甲信心，親在你的恩典教用，互阮同心敲找主你要引帶相連教會未來的道路。今仔日也是總會所定的青年事工主日，阮看見真濟青年人佇阮中間，求你佇建堂的過程中，常時興起青年的事工。互因佇你的看顧中得到裝備，誠做教會未來的願望。講到願望，阮佇頂禮拜歡迎真濟新朋友洗禮入厝，願主繼續保守帶領，互因佇教會有信仰的團體扶持關心，繼續佇相連這個大家庭做伙軍隊裡。佇阮中間有身軀病痛、心靈憂悶的兄弟姊妹。求主你醫治，嘛看顧因，以及照顧因的親人。阮也合適彼此相聽，做伙來關心軟弱的肢體，為因代禱，互因有信心，甲你相甲伫地。主啊，阮的壓力甲煩惱，你攏知影。求你保守在座每一位，以及佇線頂的兄姐，每一天出入平安。無論是佇教會生活、工作、學校，還是家庭。願你的旨意顯現佇阮的生命中，互阮見證你的主權的實現甲恩典。阮即馬要透過魏建祥牧師的信息來領受你的教示，願聖神啟示阮，毋但是聽，嘛知影要安怎來跟對主。阮的祈禱無夠也，但要用主耶穌教示阮的祈禱文，安尼祈禱講。你的旨意之下，你的旨意聽，我的心還有愛，下面我的國度，清楚我的下面國的人，我的傳的喜，對我的愛，因我關於你的光吸收，代代過去。阿門。這是咱要來教讀啟應文21篇，就是詩篇100篇，
佇信息後面第40頁，啟引文21篇，我來刻，請兄姐來引。全地着向耶和華出歡喜的聲，你用歡喜的心來讚耶和華，唱歌來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創造的，咱是伊的百姓，着因感謝入伊的門，着感謝伊，學樂伊的名。你的慈愛到永遠，今早起聖歌隊要帶領咱來學樂上帝，因要獻的詩是信靠耶穌。歡迎要歸乎上帝。這時，咱要做伙來共讀聖經上帝的話，記載佇創世記22章第1到14節。創世記22章第1節，這個代志了後，上帝考驗亞伯拉罕，叫伊講：亞伯拉罕，伊應講：我佇遮。上帝講：你帶你獨一的囝，
你所聽的以撒去摩利亞地區，佇我要指示你的一座山，將伊獻做燒化祭。隔日透早，亞伯拉罕甲魯亞拔碗，帶兩個僕人甲伊的囝以撒去燒化祭要用的柴，甲燒化祭要用的柴破好勢，出發去上帝指示伊的所在。到第三日，亞伯拉罕抬頭看到遠遠迄個所在，亞伯拉罕對伊的僕人講：“恁甲魯亞踮遮聽候，我甲我的囝去遐敬拜，後來會轉來恁遮。”亞伯拉罕將燒化祭的柴，予伊的囝以撒排，家己手摕刀甲火種，然後兩個人做伙去。以撒甲伊的老爸亞伯拉罕講：“阿爸，伊講我的囝活佇遮。”以撒講：“火種甲柴咱攏有，毋過獻燒化祭的羊仔佇倒位？”亞伯拉罕講：“我的囝，上帝為家己準備燒化祭的羊仔。”兩個人就閣做伙行，因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亞伯拉罕佇遐起祭壇，將柴擺佇祭壇頂，伊甲伊的囝以撒綁地，下佇祭壇遐的柴的頂面。亞伯拉罕就甲刀舉起來，要殺伊的囝。上主的使者對天頂叫伊講：“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伊應講：“我佇遮。”使者講：“毋通下手，毋通傷害這個囡仔。但我知你敬畏上帝，袂將你倒伊的囝留地，毋互我。”亞伯拉罕抬頭看到後面有一隻羊犅，甲釘佇規部的樹仔。亞伯拉罕就甲迄隻羊犅掠來，代替伊的囝獻做燒化祭。亞伯拉罕甲迄個所在號名做上主以勒。到今仔日，人還佇講。佇上帝的山，伊未看過。以上，今仔日魏建祥牧師要傳講信息，題目是耶和華以勒，請恭敬來領受。各位親愛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謝上帝的帶領。真感謝蔡牧師的安排，予我今仔日倒轉來佇本堂，佇遮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話，甲報告三子分堂的事工。要通過拄仔所讀的經文，甲大家一個來分享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佇今年2026年，是馬禮遜宣教師去到佇中國宣教第219年的紀念，伊是第一位進入佇中國宣教的宣教師。有人講，教會歷史是用宣教師的血所寫的。對1807年，馬禮遜進入佇澳門來開始宣教，伊所面對的是充滿了對立、侮辱，甚至是逼滿死亡的道路。馬禮遜佇中國宣教27年，受盡孤單、病痛、誤解、排斥，甚至到佇至親死亡的災難攻擊。但是伊悠然勇敢來宣揚福音，佇差不多攏無學習華語的條件，伊編出5000頁第一本英華字典，翻譯第一本新舊約聖經。創辦第一間英華學院來造就人才，也出版中國新聞史內底第一份民間的報紙，甲濟頁的冊。除了馬禮遜以外，還有一位羅禮華宣教師，伊畢業佇普林斯頓大學，伊就入去中國來宣教，溫困來學中文，參與佇翻譯聖經的工作。而且用的時間，佇即個寧波甲上海之間來傳福音，但是真不幸，佇1847年佇旅途的當中，去互匪徒來殺死，將伊的屍體đặt佇荒郊野外，一世人的年歲28。羅禮華的老爸，伊是美國紐澤西州的參議員。咱知影，這參議員佇美國是足有政治地位甲影響力的，
當聽到這個消息的時，通講是非常的悲傷，伊就去祈禱，祈禱了後，伊決定派伊第二個後生，去中國來宣教，來完成羅麗華伊的心願。一位威廉波德恩，伊出生佇這個芝加哥的大好野人家庭，佇耶魯大學咧讀的期間，伊就決志要來去中國西北部回教的世界，遮的百姓來傳福音。伊耶魯大學畢業了後，為着要裝備家己，就先入去佇普林斯頓的神學院來深造。1913年去到佇埃及學習阿拉伯文，準備要進入佇甘肅省，要向回族的百姓來傳福音。不幸伊得到腦膜炎，佇開羅來過身去，一世人的年歲25。伊的老爸真早就過身去啊！伊的老母聽到這個消息了後，非常的傷心。伊決定要奉獻一筆足大筆的錢，佇甘肅蘭州的所在來設立波德恩的紀念病院，而且也是邀請同款是25歲，這個畢業佇愛丁堡大學的金平山醫生負責籌備辦理。80年來，未少這個醫療宣教士佇這個所在病院奉獻佇因的青春。1929年到6個內地會，宣教士佇蘭州因為破病來過往，就連金平山伊家己對伊的老爸金夫人開始，就用醫療宣教士佇身份佇中國來宣教。1927年，不幸中國閣爆發大規模的排斥外國人的這個活動，金平山伊就對佇蘭州順着黃河來坐洋排洋皮排啊，安尼來撤退，真不幸佇半路船變過，就安尼來過往，伊一世人的年歲40歲。咱會當看到，這個宣教士因放下因孤單的家後，猶原決定留佇中國大陸的所在，佇遐無怨言來服侍中國土地上每一個人。各位親愛兄弟，咱會當看到，因攏將上好的來獻予上帝，獻身佇傳道。今仔日咱所讀的經文，上帝要求亞伯拉罕來獻就伊個上心愛的，就是以撒。迄個原因，迄個目的到底是啥物？咱要做伙來探討。頭一點，甲大家來分享耶和華以勒、該隱甲拿亞的獻祭，是人主動要來獻予上帝，但是現在上帝卻是主動要求亞伯拉罕來獻祭。這是一個艱難的要求，因為祭物是人。佇第3節的所在，咱做伙來讀。亞伯拉罕透早起來，備辦驢帶伊2個少年人，甲伊的囝以撒，也畫燒祭的柴，就起身去上帝所指示的地，而且來講明亞伯拉罕伊黑暗迷茫中來接受着上帝指示甲命令，透早起來就準備好要來起身，要來前往。亞伯拉罕伊準備好燒祭所要用的柴，伊親自來破柴。咱會當去想象真奇怪的現象，伊毋是有蘿蔔會當來做這個粗重的工作，怎樣伊親身來做這個代志呢？因為頭一項，這是上帝所交代的，愛家己親自去做，才袂突切。第二，伊要互家己無用，才袂去想到將來要來的痛苦。所以，咱會當想象亞伯拉罕一面破柴，一面流目屎，備辦好驢仔，帶着2個蘿蔔，連伊的祭物就是以撒。因就起身
對拔示巴到佇上帝所指示因迄個摩利亞的山地去。佇沿路的當中，咱會當看到，這路程要行3天70公里的路，沿路亞伯拉罕攏惦住，無講話，也檢查，佇伊的心內底掙扎，到底要順服，還是莫順服咧？伊無親像創世紀18章，哇！伊的表現非常的勇敢，伊敢甲上帝來辯論呢？對50個義人，討甲10個義人，上帝話要來滅所多瑪，但是對佇上帝要愛伊的囝亞伯拉罕惦住。佇第5節甲第6節，咱來讀。亞伯拉罕對伊的少年人講：你甲有踮遮聽候，我甲囡仔去敬拜，就倒來恁遮。亞伯拉罕將燒祭的柴下佇伊的囝以撒的身上，家己的手也火甲刀，對迄碟2人3角行。聖經講，因到佇山骹，亞伯拉罕命令2個奴僕甲驢仔留佇山骹聽候，就將柴放佇以撒的肩胛頭，家己摕刀甲火種。爸仔囝2個就開始來爬山，2個人心思攏真沉重，而且佇遮大家攏有無共款的心思。做老爸心內八百，講伊講無語問蒼天吶。以撒是伊100歲才對上帝所得到的恩典。以撒比千萬食的羊閣較寶貴，比伊所有的倉皇厝體閣較好。是伊活落去的意義。以撒是亞伯拉罕承接上帝應允的關鍵。若失去佇以撒，就失去佇上帝所應允的。只是以撒是一個已經捌代志的青年，知影老爸心思沉重，佮看到所在一切，伊就毋敢直接來問。爸仔囝2個惦住，攏無講話。第7節，咱來讀。以撒甲伊的老爸亞伯拉罕講：爸啊，伊講我的囝，我佇遮。伊講你看，火甲柴攏有，總是燒一個羊仔佇倒落。佇即個時，咱會當想象亞伯拉罕的內心真八百，真憂愁。伊只有講第8節來，咱來讀。亞伯拉罕講：我的囝，上帝要家己備辦燒祭的羊仔，對迄碟2人3角行。亞伯拉罕知影，這就是人類歷史內底上殘酷的一出戲。做老爸愛親手殺死家己的獨生囝，閣將柴箍放佇屍體的頂面，伫遐甲伊燒了。上帝要愛的燒祭，就是完全燒盡獻予上帝，這就是上帝上意愛的獻祭。佇即個來，咱來讀第8節來。亞伯拉罕講：我的囝，上帝要家己備辦燒祭羊仔，對迄碟2人3角行。好，咱來看遮，即個英語的燒祭。就是出自希臘文 Holocaust， 意思就是大屠殺，大屠殺。所以就是安尼，亞伯拉罕伊故意將2個奴僕家留佇山骹，無願意因2個正做佇證人。當爸仔囝2個到佇上帝所指示的地點，2人就做伙來準備祭壇，擺好遮個木材。最後，做老爸就對囝兒講。你就是上帝所要治的祭物。以撒伊攏無反抗，故在佇伊的老爸將伊的雙手甲伊綁起來，甲伊放佇即個木材的頂面。咱愛知影，以撒即個時是30外歲的青年，亞伯拉罕是一個130歲的老大人。
一個老大人敢有可能將少年家甲伊拔掉掉呢？所以以撒是順服到底死。當亞伯拉罕拿刀要來殺伊的囝兒的時陣，忽然上帝的使者出現，大聲叫，阻止着伊，就是佇11節到14節，咱來讀。耶和華的使者對天叫伊講：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伊應講：我佇遮。使者講：你毋通佇即個囡仔的身上下手，也毋通對伊怎樣做，因為我擔知你是敬畏上帝，也無將你的囝，就是你的獨生囝，留得毋互我。亞伯拉罕夜捌看見後面有一隻羊羔，甲田地規鋪的樹仔。亞伯拉罕就去掠迄隻羊羔來獻做燒祭，來替伊的囝。亞伯拉罕名迄個所在叫耶和華以勒，到今仔日人也在講，佇耶和華的山要備辦。遮咱會當來看到即個圖，即個圖佇迄個左上角的所在有一個樹仔，迄個樹仔內底有一隻上帝所準備的羊仔羊羔，上帝親自準備一隻祭物的羊羔所以亞伯拉罕就甲迄個所在號名叫做耶和華以勒，意思就是耶和華要備辦。第二，甲大家來分享。獻上你的以撒，今仔日的經文，上帝要愛亞伯拉罕將伊的獨生囝以撒來獻做燒祭，這個要求對佇今仔日咱來看，這是足殘酷的代志。但是對佇當時環境的亞伯拉罕來看，這毋是過分的要求。第21節，咱來讀。這個代志以後，上帝賜亞伯拉罕，叫伊講：亞伯拉罕，伊應講：我佇遮。上帝目的就是要來賜亞伯拉罕，看伊是毋是重視上帝話，較過頭佇伊所聽的囝兒以撒，為着要順服上帝，看順服上帝，閣照上帝話去行無。將以撒用獻祭的方式來歸獻給上帝。以撒是亞伯拉罕的獨生囝，是100歲對上帝所得到的恩典，贏過佇伊所有的財產，是活落去上大的意義。上帝要愛予亞伯拉罕成做信仰的老爸，萬民要因為亞伯拉罕來得到福氣，承接上帝的祝福是需要經過考驗的。看亞伯拉罕是毋是將上帝甲伊放佇第一位，願意獻上家己上愛的以撒。各位親愛兄弟，今仔日咱也要對上帝領受祝福，咱要食做上帝所同用的人，一定要愛獻上你的以撒，獻上你的上愛。各位親愛兄弟，你有找到你的上愛無？你有找到你的最愛嗎？有沒有？想一想咱有找到咱的最愛無？已經過往的賈伯斯，伊講人生的意義，甚至蘋果公司的核心價值，就是找到你的上愛，找到你的最愛。咱若無愛就咱的工作，咱若無愛就咱的服侍，那安尼。咱的工作，咱的服侍，伊就是重擔，伊就是壓力。當你若愛就你的工作甲服侍的時陣，你會哪服侍，你會哪甘甜。做一個基督徒，毋是干那找到家己的上愛，閣愛將你的上愛獻予上帝。回教有一個教派，回教有一個教派，這個教派叫蘇菲主義，完全重視屬靈生活的修養。屬靈生活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你放下偌濟，你就得到偌濟，這個比例完全攏是同款。
列位親愛兄弟，你活佇這個世間，你肯為着主放撒偌濟咧？當咱若啥物攏無願意放撒的時，咱的心就完全被占滿。這出電影叫做《魔戒三部曲》，是托爾金所寫的。這出電影捌看過無？有吼，這出電影足好看的吼，無算我足愛看的。這出電影有一個角色叫做咕嚕。咕嚕伊原本是一個善良的哈比人，伊佇500年前，甲伊的朋友無意中發現到這個魔戒。咕嚕為着要佔條條佇這個魔戒，無想到違背良心，將伊的朋友甲伊殺予死。所以對打了後，伊的面貌一直在改變，一直在走正。最後，咱所看到的，伊就愛食迄個青魚啊，維持家己的性命。最後，就成做一半看起來那野獸，一半看起來那人的模樣。魔戒有這個致命的吸引力，任何的人攏總想要肖像得到伊，甚至無想着付出任何的代價。但是，既然將這個魔戒甲夾佇這個手的手指的，伊的個性就會大大來改變。所以，這個正派的人士，大家去思考，要安怎將魔戒甲伊毀滅掉，就是把伊等佇這個末日火山的內底。哇！大家就遐想，到底要找什麼人去完成這個重要的事工呢？因所推派的人，毋是這個法力高強的甘道夫，也毋是武功高強的亞拉岡王子，是手無縛雞之力的這個哈比人佛羅多。原因是甚物？因為大家攏認為講，伊尚無親佔魔戒的企圖心。但是當這個電影咧拍，真好看。伊這個佛羅多，千辛萬苦去到佇這個火山口的時，因為沿路為着要閃避這個對敵的攻擊，所以佛羅多伊就將這個魔戒夾佇伊的手，就會當穩重起來，人就看袂到伊，安尼來閃避這個災難。但是伊的性格換佇遐豆豆來改變。佇最後的一刻，佛羅多伊徛佇迄個末日火山口，要將迄個魔戒甲伊đặt落去佇迄個岩漿的內底的時，哇！迄個魔戒摕起來，摕好懸懸的時，伊改喙啊！伊講魔戒是我的，魔戒是我的。這個故事的結局就是迄個一直咧肖像，一直咧肖像，迄個魔戒的咕嚕，伊安怎？伊就連同迄個魔戒甲咕嚕兩個因你落落去佇即個末日火山口的內底，就佇迄個岩漿的內面，各位親愛兄弟，佇遮，互咱會當知影，人的一生不斷咧追求權勢、地位、金錢、名聲、學位，就親像咧追求魔戒共款的，咱的個性攏會因為魔戒來改變。最後，咱會發現，毋知影到底是咱得到魔戒，還是魔戒來得到咱的。要解決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將你的上愛，將這個獻予上帝，用你的才調來服侍上帝。當你奉獻愈多的時，你就會愈甘甜、愈充實，你的生命就會愈燦爛。各位親愛兄弟，咱看頭前講遐個宣教士，因攏無怨言，來服侍上帝，獻就佇因的生命，因為因要得到更較好的活命。因相信，當因將因家己獻做偌濟，因所欠缺的，上帝要備辦，也就是耶和華以勒。這就是信心的宣告。今仔日，上帝話邀請咱每一個人，趁咱還閣有體力的時，趁咱還閣有時間的時，獻就咱本身來做偌濟，為着主來做工。這也就是愛獻上咱的以撒來予上帝。
每一擺當咱來到佇雙連教會佇一樓坐電梯的時，咱會發現佇右邊有一個海報，迄個海報內底寫一句話，有記咧無？有記咧，迄句話是啥物？啊，若袂記哩不要緊，等下坐電梯落去的時候，再閣看一遍。迄句話寫講，今仔日有啥物人甘心樂意將家己獻予上主咧？為親愛兄弟，咱把握機會，趁咱遐活地的時，將咱本身獻予上帝，三個額頭來祈禱。聽阮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謝你，通過亞伯拉罕將以撒，就是亞伯拉罕的上愛，用獻祭的方式要來獻予上帝，互阮知影要承受上帝的祝福，是愛通過上帝你的試驗，看阮是毋是將上帝你放佇第一位。主上帝幫助阮，無論是做牧師、做中職、做服侍人員，以及每一個信徒，阮攏會當找到阮的上愛，而且將伊獻予主你。阮安尼祈禱是靠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這是牧師要來報告三子分堂的事工。第三子分堂上重要的事工就是靈性關懷。靈性關懷就是長照補上長照最後一塊的拼圖啦。有人去到佇中心這外來團體等於咧參訪了後，伊就問我一句話，講魏牧師，恁雙連安養中心甲外面一般的安養中心有啥物款的無共無？我答講，上大的無共是阮雙連安養中心有上帝，阮有上帝，各位親愛兄弟，人生最後一程的當中，就是一個人成長上緊的時刻。這個時刻就是愛陪伴心，互咱的靈魂會當佇遐來成長。所以牧師就用這個活潑的生命，甲員工逐工來分享，用這個來互群組內底，或者係主管或者係員工，攏會當聽到這個活潑的生命人的講解以及這阿公阿嬤，我就會用靈命日糧叫因逐工都愛讀這個，到佇拜三的時陣就會佇這個祈禱會內底，甲大家來分享。閣會佇咱雙連有讀經每日亮光，有人為你禱告將這個足寶貴的資料用賴群組內底，互這個員工，互這個阿公阿嬤會當佇因的生活內底來聽見上帝的話，佇安養中心內底，長輩安尼一年的內底有60外個長輩離開這世間，差不多我愛主持一年內底有16擺的個別禮拜，當要過往進前，就會關心佇因，到佇過往的時，就會來做這個弟兄的合談，甲這個家屬來討論，時間安排好了後，就來擺這個個別禮拜，除了這個，到佇今仔日有誒，還閣咧聯絡，繼續關心佇因的生活，還閣有就是當員工。佇中心的員工有入厝真歡喜的代誌，就舉行這個入厝感恩禮拜。有誒住佇中心，講牧師講伊住佇迄個房間內底無平安攏有物件會找伊，就找牧師，牧師就去帶伊祈禱，佇遐就吟詩，唱歌祈禱。第二天的時，牧師就敲電話給伊問講，昨暗有平安無？伊答牧師講，牧師有平安，迄物件無來找伊所以真感謝上帝，大家攏知影，若拄着代志的時陣，就愛來找牧師祈禱，到佇即個拜二，阮佇拜二攏有即個華語甲英語詩班的練習，互阿公阿嬤佇即個中心內底會當有侍奉，拜四的聖歌隊，到佇拜六。每個月有第一個拜六
有聖經課程，嘛有無定着的時間，會來有音樂詩歌佈道會。雖然中心內底袂少個攏基督徒，但是也有儕儕阿公阿嬤毋是信主耶穌，所以互因有儕儕機會，無共款的形式聽去佇福音佇拜三阮到佇即個拜三阮有即個讀經祈禱會攏有60-70個阿公阿嬤因自己做伙佇遐來唱詩歌，佇遐來祈禱佇遐來甲上帝親近。到佇拜五、拜六的時，阮就去楊富區、青陽區、個獅子區佇遐帶遮個行動較無方便的阿公阿嬤甲因做伙敬拜上帝牧師就會通過靈命治療牧師娘帶詩歌帶祈禱阮佇遐帶遮個阿公阿嬤來敬拜上帝互因當佇因的心靈來得到上帝的安慰佇拜四。阮每個月有一遍的即個主管幸福小組，就是利用即個員工才會主管因培訓的課程培訓課迄天阮就來用中晝中晝哩做伙食飯，阮會準備真好食的料理閣了後，阮會甲因唱歌、玩遊戲，閣有做見證見證了的時候，閣有抽即個祝福卡，遮個員工攏會真感動佇遮個見證，互因會當來得到上帝的話，閣來即個祝福卡哇真奇妙，有誒攏抽到了後，佇遐主動講伊要分享即張的卡片帶互伊會感動，到佇拜四。每個月有2擺，拜四下晡有長輩的幸福小組準備無共款的點心甲中心無共款的點心，真好食換甲阿公做伙唱歌見證聽見證閣有小組的聚會。今年較特別，今年就邀請咱教會長執來擔任佇做見證。真感謝遮個長執的付出願上帝施恩祝福，也歡迎咱兄弟姊妹，若有感動的，有想要做見證的，互阿公阿嬤安尼會當來聽，互因來受造就的，請你甲牧師娘來聯絡，來邀請佇恁安尼來中心，甲遮阿公阿嬤來講起上帝對佇你的恩典，幸福小組攏有一句話咧講。講你毋免足厲害才來開始，但是你一開始靠着上帝，靠着聖神，你就會足厲害的。所以只要咱有一個服侍的心，咱徛佇即個見證的時，咱就會受聖神引帶，佇遐經驗上帝的快樂。閣有每個月第一個拜三，佇下晡1點到1點半，會將遮個員工甲因扣做伙。互因做伙來讀上帝話，用靈命治療牧師的主理，聽唱詩歌，佇遐甲因分享，閣來到佇拜五，有一個員工，即個職場禱告會，遮個員工自己做伙去到無共款的所在，到無共款的所在，邀請遮個看護，也是護士，也是講到佇地下室的時，就會甲遮個廚房的，做伙。佇遐來敬拜上帝，佇遐做伙祈禱。若有啥物款的欠缺，若有啥物需要，阮就佇遐為着因來祝福甲代禱請咱大家會當為着三子分堂關心甲奉獻，因為遮阿公阿嬤因攏認為講倒住佇中心哪着佫奉獻咧，因的錢攏是囝兒安尼咧互因的，所以所做遮個事工推動的事工攏需要大家奉獻甲關心互阮安尼三子分堂佇遐會當做佫較好的服侍來榮光上帝願上帝施恩祝福。願主賜福為牧師佇安養中心的事工，時刻攏有助你的看顧。咱三甲來吟詩回應上帝的聽，聖詩第219首，助你身軀替我受傷拍破，請起立來吟全首。
較濟。佇主耶穌基督的名，歡迎凡那屬佇伊的陪參者，就是已經接受過聖靈洗禮，或者是堅信禮的兄弟姊妹，三甲來甲主同齊道，享受主的聖餐。請大家來聽主耶穌所講恩典的話。主耶穌講：恁囝若着無擔當大，就求問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穌也安尼講，要喙焦耳無義的人有福氣，因為因要得到飽。願主耶穌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之地。兄弟姊妹，請大家注意來聽主耶穌設立聖餐的話，就是照保羅先生所講，因為我對主受也捌傳互恁的，就是主耶穌互人賣迄一暝，又摕餅，祝謝來對伊講：這個是我的身軀，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來紀念我。食了後，也安尼捧杯講：這個杯是新約，佇我的血所設立的。既然啉的時，着行安尼來孝念我。恁逐擺食這個餅，啉這個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過來。親愛兄弟姊妹，當主耶穌互人賣迄一暝，又摕餅祝謝，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樣來感謝上帝。咱同心來祈禱。是阮的主，現在阮照聖經耶穌基督的命令，擺設這個宴席，為了紀念主耶穌基督永遠的祭司。主，阮謙卑懇求你，這是找見聖神來聖別阮，也聖別這個擺列佇你面前所享受的餅甲葡萄汁，互阮接受這個對神有份佇你的身軀甲保護，對佇你恩典的幫贊。會通成做阮屬靈的培養，互阮會當持續成長佇你的恩典中間，通榮耀你的聖名。阮安尼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主耶穌講：這個是我的身軀，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來紀念我。恭敬的心，伸出雙手來接這個餅，在心中感謝主，因為主耶穌基督的犧牲，咱得到救。
這個是主耶穌基督的身軀，為着咱拍破，咱就今安尼來紀念伊，三甲來領受。主耶穌講，這個杯是新約，佇我的會所設立的。既然啉的是，就今安尼來紀念我。恭敬的心來接這個杯，在心中感謝主，因為主耶穌基督所流的寶血，洗清去咱的罪。
這個杯是新約，佇主耶穌基督的血所設立的。既然你們是，就驚安尼來孝念伊，三甲來領受。恁逐擺食這個餅、啉這個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過來。願主耶穌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之地，咱同心來感謝。主，阮感謝你，因為對你極大的疼，互阮領受你的聖餐。透過聖餐，阮知你歡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聖潔奧妙身軀的一體。主，阮感謝你，懇求你，當阮閣一擺奉獻阮本身互你的時，求你感納阮，也用慈悲幫助阮，互阮會當繼續這個聖潔的交通。對答了後，用阮的性命來榮耀你的聖名，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咱備萬心來奉獻。請起立，咱做伙來祈禱。主啊，阮感謝你，因為阮所有的一切，攏是對你的恩典來。即馬阮獻甘心樂意，獻上淡薄，做你事工的路用，也願你的話語、你的呼召，啟示阮，帶領阮完成你所祝福的每一件代志。特別佇安養中心、社福甲視障基金會的事工，成做福音的出口。互阮合適因你的疼來幫助需要的人，安尼祈禱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坐。做伙來關心教會重要的事工，本週特別事工。本主日是本會所定的社福事工宣告主日，禮拜中特別安排本會三姊分堂為建祥牧師正道甲事工分享，呼籲兄弟共同為本會安養中心三姊分堂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甲時鐘關懷基金會所做的社福事工，關心參與帶導甲奉獻。本主日也是總會所定的青年事工紀念主日，呼籲兄弟共同關心青年佇教會學校一場甲家庭的信仰生活，嘛鼓勵出來的青年做伙來參與教會服事，用行動來回應上帝的呼召。基地關懷本會會友簡曉英姊妹的爸爸簡正祥先生佇4月28安詳，請兄弟關心帶導，願上帝安慰遺族。補充報告，團部委員會有一個母親節的活動，後主日就是母親節主日，佇10樓、11樓、甲7樓外口有卡片，會使寫予母親、太太，也是照顧你的長輩，攏會使摕轉去厝的寫。爸爸嘛免煩惱，父親節嘛有真好的活動要準備予大家。好，這是請牧師來介紹來賓甲牧養帶導。來介紹新朋友賴惠竹、陳宏騰，徛起來，咱大家拍拍一個。好，請坐。要來介紹葉佩謙、蔡成元，到佇中山區的所在。好啦。請起立來吟上吟的詩，聖詩513首，願主賜福保護你。聖詩513首。願咱的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聽嘆，以聖神的相通、安慰、甲保護，甲咱每一位撒甲弟弟，對這時直到永世代無盡。阿們。請坐，默禱聖恩，恭受差遣。